27，新北市马公渔港有钓鱼的人发觉一尾差不多80公斤的石斑，伫咧海边啊收来收去，大家头尾用1点外钟的时间总算给掠起来。不如果野生的石斑一般拢是爱坐船出海才掠有，无想到这一届无人请家己来，含真有经验的讨海人嘛讲安怎想嘛想无，认为讲这就是天公伯啊赐予因的大礼，讲这尾会当食2礼拜。 一只超级大只石斑活跳跳，有看唔到无？这只鱼仔嘛伤大只，民众又搁惊又搁欢喜，村骹甲伊打掉的，就惊一无注意，互选去。一摸它就整个人又冲出去。本地人讲哦，这10几年都没碰过这个机器。10几年都没碰过这种机器。没碰过。 山太大了哦，好大！民众讲，这只石斑头尾差不多80公分，掠起来是真劲道，外表会当讲是重量级的。啊，若伊上花的经过嘛是真奇。27号，这只真大只的石斑收到新北市的马公渔港附近，搁互大英来讲上花。民众看到2个查某人赶紧来掠，经过1点外钟的拍拼，手拢揪受伤，才成功把伊掠起来。手大概比一下，大概我这么大概大概有这么长有。这么长？那肚子很大，肚子大概这么大。那个龙虎石斑，它可能1斤可能要800-900至1000出块那种。 海产店的业者一看，竟然是良好石斑，看起来差不多20来斤，市价差不多2万块，比一般的石斑的长度足加8-9倍。因为是野生的石斑，真济拢是海钓才看会到，想要生到遮大只，平均测都要3年。爱钓鱼的人拢讲，这根本就是天公伯爷送的礼物。佮讲刷落来2礼拜拢有鱼肉通好食。这只升级的石斑的故事，无的确会当一代传一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